嗨，大家好，我是产品叔。今天是2025年9月1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话说这个万达又有事了啊！今天有很多媒体报道天眼查 APP 显示说，近日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4亿余元，执行法院为北京金融法院。这给人感觉王老板这个债越画越多这个他卖万达的速度卖万达广场的速度没有他债的那个暴雷的速度快一个企业被强制执行的金额越多，那说明他的问题越大，也就是说而且他的腾挪的空间也越小，因为他各种这个资产、债权还有那个什么股权都被冻结。连账户都被冻结，你说他怎么正常经营？而且这种查封它好多都是轮候查封，一层又一层，你先解的很难。所以说这个给人感觉这个万达就是勒在脖子上的绳子越来越紧。所以这个王老板画债不是越画越轻松，而是越画越窒息这个我们看恒大这恒大虽然已经凉透了，但是还是阻挡不了有人继续朝那个棺材板上钉钉子，再踏上一只脚首先是这个中国恒大近期被执行19.8亿元。企查查 APP 显示，近日中国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11.9亿余元。这是中国恒大集团现存12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70亿元。中国恒大集团也背上了70亿的这个债我们以往说的都是恒大地产，今天还有一条消息是恒大物业要停牌。这个恒大物业不是发布了这个中报吗？核数师也就是会计师事务所不敢给他这个发表意见，也说明恒大物业和中国恒大之间这些关联交易远非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可能要复杂的多核数师吓得都不敢签字说到恒大今天晚上有个消息是中国房地产报报道的，说海口二手房惊现0元房、100元房，是怎么回事呢？说这个中国房地产报报道说92.68平方米房源挂牌售价0元，102平方米房源售价100元，142.8平米房源200元。说这些令购房人眼花缭乱的0元房、100元房、200元房，并非出现在房产中介网站，而是出现在相关部门主办的房地产类官方网站，也就是官网上有这个，还不是说那些中介乱写。不久前，有读者向中国房地产报记者反映称，他们在海口市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二手房挂牌页面看到，在近1000套挂牌待售的房源中，充斥着大量0元房等信息。说房子再怎么便宜，也不可能是100-200元一套。我担心这中间有欺诈。准备在海口购买二手房的新海南人吴先生告诉记者，他曾联系几套房源的售卖人，对方的联系方式要么打不通，要么说房子早就卖了。那么这个好事的记者随机选择了多套0元房、100元房等房源，以购房者身份与挂牌人取得联系。记者就实地的探访，说你问的是哪套房？一套88平方米二手房挂牌人朱先生在电话里问记者，在确认是海口西海岸某小区88平方米的房源后，他很干脆的告诉记者，这套房早就卖了。当记者询问他为何挂牌0元房以及该套房以多少钱成交的问题时，朱先生回答称，这是商业秘密，你也无需再问了。100元房的挂牌人张先生也向记者表示，自己名下这套二手房在去年就已经卖掉了。不过张先生对于在海口市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上房源挂牌信息一点不清楚。他告诉记者，他从来没有在这个网站上挂牌过房源信息。这个海口市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这可是官网记者了解到，海口市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为海口市住建局主办，是政府公告通知在线办事、新房公示以及二手房挂牌的重要服务窗口之一。你说政府的这个官网居然挂这些乱七八糟的虚假信息，这不就是政府的公信力不就这么被消耗掉的吗？塔西佗陷阱。9月9日上午，海口市住建局相关科室的一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网站的日常维护由该科室负责，不存在对外购买服务，也就是外包的
问题。那有人就说了，你这网站是不是外包给别人？那别人就乱来。哎，政府部门说了没有外包，不过就对这个零元房啊这些虚假信息，那官方怎么回答的呢？这官方说啊，说该网站的二手房挂牌来源分为个人挂牌和中介挂牌两种，挂牌价格为挂牌人随意填写的，二手房出卖人就是挂牌1元每套也是可以的，这是市场买卖行为。说他回应称啊，该网站二手房挂牌来源分为啊，也就是这个都是真实房源信息，挂牌的房源需要通过核验，上面二维码一扫就出来信息。对于已售二手房源未撤牌问题，该负责人回应称，按照正常交易流程，该网站上二手房在成交之后应及时下架，而不应该存在已售房源仍挂在网上的情形。据他分析啊，已售房源实际上是未售房源，是挂牌人故意对外说已卖，以免外界过多打扰他们。那为什么这么干呢？这不就是匪夷所思吗？哎，你看官方怎么解释啊？他说此前海口市出台了鼓励以旧换新的楼市政策，为满足改善性购房需求，凡是挂牌出售其本人或家庭成员在本省的住宅，均可在海口市换购一套商品住宅。于是，一些购房人将自己的房产挂在网上，但并不是真实买卖，主要是为了享受政策优惠。所以这就是房地产政策很奇葩的原因。你出个政策，别人还利用这个政策来套利，你说这叫什么事？以旧换新。有政策，为了推以旧换新啊，就给一些政策支持。哎，那很多人就开始利用你这个政策，我把我的房子假装卖出去，假装挂在网上卖，假装以旧换新。说来说去啊，都只能说明海口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恐怕一言难尽啊。不光海口啊，整个海南楼市啊，恐怕都是让人无语。整个海南实际上它只有旅游业吧，你可能没有其他产业，而且它的旅游业啊，旅游资源很有可能只是集中在这个三亚那一块。它这个整个海南省啊，不是全省旅游资源都是平均分布的，主要是三亚恐怕好一点。海南也是盖了大量的房子卖不掉，这里面就有这个恒大呀，恒大在那个海南儋州搞了一个超大项目海花岛，大家恐怕还有印象啊。我今天正好刷了一个视频，有河南啊，也就是许老板的老乡河南郑州的夫妻俩跑到海花岛买了一套海景房，而且买的还不大，是个小的，结果套在手上欲哭无泪啊。大家看视频啊。被骗来海南海花岛买了一套海景房，花了70万，成了心病。海景房有5个缺点，好后悔啊！真的不想住又卖不掉，不住不知道，一住吓一跳。很多没住过海景房的人以为海景房有多好多好，那都是想象的。2018年海花岛的宣传可以说是覆盖全国性的，我们在郑州的街头就接到了宣传单页，当时想着趁暑假嘛就来看看。坐着开发商的免费大巴车，我们从美兰机场出来之后，坐大巴车到了儋州白马井，然后看到气势恢宏的建筑啊，几百栋高楼已经初具规模了，已经拔地而起，正在做外墙和室内的装修，还有绿化。售楼部也是人山人海，起初就是想来看看，并没有觉得一定要买。后来看了激动的不行啊，特别是销售美女带着我们到1号岛入岛大桥那儿，看到了水上世界、5国温泉城，还有欧宝酒店，拥有世界客房量最多的酒店就在海花岛上，5121套客房，4个主题：冰川、沙漠、森林、海洋。我们住过2个主题，沙漠和森林。咱来看一下，我现在待的位置就是海花岛2号岛的257栋楼，对面那栋楼也是海花岛其中一个花瓣上。再往远处看是一个港口，每天早上楼下都会有很多的渔船经过，早上8点钟能在码头买到新鲜的鱼。第一个缺点呢，就是海花岛比较潮湿，并不像很多人说的海花岛一点都不潮湿。在海南的西北部，由中部的五指山脉阻隔水汽，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海花岛是一个人工岛，四面环海，完全离开岸边700米左右。住在岛上就像住在船上一样，看底下的波光粼粼，还有一点坐船晕的感觉。四面环海，那周围的湿气啊肯定是很大的，像我们晾的衣服都很不容易干，被子住起来都潮乎乎的。第二个缺点就是海花岛配套不足，像很多人考虑啊，买个海花岛的房子能否长期居住？其实呢，在海花岛上只适合2类人居住，一类是退休的或者财务自由的有闲有钱的人，而且又没有什么基础病的人在这边生活。为什么说没有基础病呢？是因为距离海花岛最近的最成熟的3甲医院就在儋州市区，但市区距离海花岛60公里，来回就要1个多小时。
而且如果有基础病，咱们想象一下，那么可能10几20分钟错过了最佳的救援时机就来不及了。所以说身体健康、财务自由的人，或者老年人有退休金，而且没有基础病，适合在这边居住。还有一类就是自由职业者，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能居家办公，把钱赚了的人。哎呀，这种人也适合在海花岛上居住，又不喜欢热闹，那这里绝对是很安静。像我们这一整层只住了我们一户。再来说孩子上学，岛上没有学校，即使上幼儿园都要送到附近的镇上。那海花岛距离最近的镇就是白马井镇，6.5公里，每天通勤接送肯定不方便，而且海花岛小镇上的教育质量跟国内的1线城市、2线城市甚至3线城市相比都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啊，还是不建议在这边上学。第3个问题就是在海花岛上居住久了很孤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海边住连续超过1个月以上的？因为这次孩子放暑假，我们7月份就过来了，已经待了快2个月的时间。还是那句话，这一整层就只有我们一户，连邻居说话的人都没有，而且每天在楼底下散步的人很少，而且都是一些老年人，非常非常少的人，在海花岛放声高歌都不觉得尴尬，整栋楼亮灯的就那么几盏。而且在这边待的时间越长，就越想家，想我爸妈包的饺子啊，特别好吃。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闺蜜、发小都不在这边，脱离从小生活的圈子，真的感觉好孤独啊！每天都是看海，总有一天看腻啊。其实我现在都有一点看腻的感觉。第4个缺点就是来一趟太不方便了，而且太波折了。像一般来海南都是一家3口或者是一家4口，要么就是退休的老2口。过来最佳的方式从北方，那过来就是坐飞机，因为距离比较远嘛，2000多公里，飞机和高铁的票价其实差不多。坐飞机的话，到美兰机场或者三亚的凤凰机场，再坐环岛的高铁，一个人85到达白马井镇下车，然后再坐公交车2块钱，从白马井镇到海花岛，这中间来回的转车就要3趟左右。并且一个人的机票钱按1000块钱计算，一家3口就是3000，来回6张票就是6000左右，再加上小交通，比方说公交车呀、环岛的高铁这些算下来，将近7000。很多老年人本就节俭，其实好多房子都已经卖出去了，都有主家了，但是为什么空置？有很多人并不舍得过来居住。退休金3、4千，一张机票1000块钱，来回老2口4张票就需要4000，确实不舍得。房子买了，但是不舍得过来住。还有物价也很高啊，在海花岛居住就知道，一碗兰州拉面20块，普通的馄饨米线也需要16到20之间。那在我们北方，一碗米线也就8块钱，一碗拉面也就10块钱，分量还比海花岛的多。我们一家3口就简简单单点3碗面就需要60块钱了。这几天我们干脆也不下馆子，不下楼吃了，楼下门面房开的很少，可选的数量又很少。买了泡面，买了1包挂面，自己煮煮吃算了。而且岛上超市的菜价也很贵啊，自己做饭成本也高。就比方说西红柿还有鲜面条都是我们那边2倍的物价。来一次海南才知道钱有多不经花，一个包子4块钱，在我们北方一个包子1块钱。真的是好心疼啊！第5个缺点就是海花岛的就业少，如果想长期居住，你得解决就业问题。在海花岛上，除了房子、小区还是小区房子，那我能想到的就是去物业当个保安啊、保洁啊，或者是去卖2手房，反正就是跟房子相关的工作，别的好像也没啥了。因为很多小店也是夫妻店，不招聘外人。我们这个房子呢，现在想卖又不保值，这就是第6个缺点。不想住又卖不出，明显2手房的数量是远远高于买2手房的客户的。那想卖出去很难，除非降价。海花岛的房子所有的配置都是开发商交房就带好的，包括硬装呀、沙发、家具、床，还有水晶灯啊，每套房子都长得一模一样，甚至小冰箱、微波炉都是开发商配好的，茶几、电视、桌子、空调，就是为了当时好卖房嘛，拎包入住。但是现在卖2手房才发现啊，无差别，每套房都长得一模一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唯一好卖一点就是你看海的角度好，而且价格低，核心还是价格。但是现在
16000一平的房子，44平米，现在二手房市场价才30万左右。哎，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好脱手。说后悔吗？真的后悔了。虽然这是海花岛啊，他说了很多啊，这个住在这个海花岛海边上就是不方便的地方，比如说生病，对吧？这个离那个县城三甲医院还比较远，生活也不方便，买菜什么的比较贵，然后这个比较潮湿。实际上他说的这些啊，正是这个10几年来啊，咱们大力发展的海景房而共有的通病。别墅靠海，走路拄拐，都是上了这个孩子的当啊。孩子说春暖花开，什么面朝大海，从这个辽宁，对吧？葫芦岛一直往南，我觉得山东恐怕是重灾区，山东什么是吧？威海还是什么日照吧，一直到那个惠州，广东的惠州啊，这个咱们这个漫长的海岸线上面盖了多少这种海景房？对，还广西，对吧？广西也盖了不少，根本就卖不出去啊，都成了鬼楼。现在后悔来不及，砸手上了。这是海南啊，我们再看看这个上海，对吧？上海这个是个房地产市场是个另类，对吧？它这个新房房价还在涨，二手房呢？我们来看看报道啊，二手房什么情况？今天有媒体报道啊，上海新房备案价单价记录再次被刷新，也创新高啊。9月10日，上海市黄浦区外滩街道一处住宅楼盘公布一房一价表，计划9月11日开始认购。一房一价表显示，2栋49楼，一套865平的复式房源，这个也是豪宅啊，800多平呢，总价达到2.83亿元，折合单价32.68万元每平米啊，这个破了上海这个新房记录啊。每平米32.68万，将近33万一平米。说这一单价超过了今年6月保利发展在浦东世博板块30.27万的每平米的价格，以及去年新鸿基地产在陆家嘴滨江板块30.2万元每平米，成为上海新房备案单价最高纪录。该项目是港资房企嘉里建设在金陵路开发的住宅楼盘。金陵华庭此次推出的2期120套房源，面积都是360平到875平，入市均价20.5万元每平米，套均总价8203万元，就是这个又创了新高啊！这每套房啊，平均一套房是8000多万，总货值98亿元左右啊！今天开始卖，估计又是日光盘，恐怕明天又有媒体报道，对吧？一天就卖完了。它一共才多少套啊？120套，一套8000万。就知道上海的新房价格为什么在涨吧？你看成交的都是这些豪宅，豪宅房价也高，30多万一平米，那些外环外的房子都没有成交，对吧？你根本卖不掉，你就成交几套有什么用呢？那几套加一起千把万，对吧？人家这一套就是8000万，所以你看权重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海的这个新房价格一直在涨的原因，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啊。但是上海的豪宅并不是都在涨啊，它也这个豪宅涨。也仅限于新房，这个上海二手豪宅那就不行了。我们看媒体报道啊，前不久咱们介绍了上海有一个豪宅，就是拍过很多影视剧的，什么安家，很多电视剧啊取景地，是个100年老洋房。这次啊又有消息，红星新闻报道啊，说起拍价再降1367万。9月11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拍卖平台获悉。曾是安家等电视剧取景地的上海100年老洋房，经历过2次流拍，你看看，它已经流拍2次了，将以8299万元的起拍价进行第3次拍卖。此次起拍价相较于2拍降价1367万，较1拍降价6700万，就是第一次啊是以1.5亿的价格拍，没人问津；第二次以这个8000万的价格拍卖，还是无人问津。第3次啊，就以6700万的价格再卖，不是8200万的价格再卖，什么概念？拍卖公司员工刘先生告诉记者，此前看房的人不少，对房子也比较满意，但都觉得价格太贵了。这次价格应该是房主的底价，即使再次流拍，也不会继续降价，不降价你就卖不掉。你看啊，那个豪宅同样是豪宅，新房。对吧？那个价格创新高，33万一平米，一套房子8000万，日光。但是二手豪宅它就卖不掉，没人问，这是为什么？我记得那个王思聪，对吧？在上海豪宅挂了1年半了，都没卖掉，而且价格也是一降再降。
亏了快1个亿了，房子还没卖掉。为什么上海的2手豪宅全卖不动，新房日光？这个也挺不好解释啊。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又是小道消息啊，路边社的小道消息说，据知情人透露，中国正准备解决地方政府欠私营部门大量未付账单问题。一些人估计拖欠的账单金额超过1万亿美元。这就是我说的，咱们今年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因为应收账款最后追来追去，源头在政府那儿，对吧？你虽然这个 A 公司欠你们钱 ，A 公司谁欠他钱呢？对吧？是另外一家公司，那另外一家公司又是谁欠他钱呢？最后倒来倒去，倒到最后是政府那儿，政府城投公司或者是政府控制的国企欠他钱，所以导致这个债务链条就一环套一环，一个欠一个。那现在这个外媒传言要解决地方政府欠私营部门的未付账单的问题了，涉及1万亿美金，但这都是传言啊。说知情人士称，政府正在考虑要求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在内国家贷款机构和政策性银行向地方当局提供贷款，以便他们能够拖欠款项。但由于此事属于私人问题，因此不愿透露姓名。是什么意思呢？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正在讨论的金额将填补长期计划第一阶段欠私营公司至少1万亿人民币债务，先解决1万亿人民币。据知情人士称官员们的目标是在2027年之前完成这项任务。这个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想法是好的，也就是要求地方政府清欠，对吧？你尤其欠民营企业的钱，必须给人结，想法是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涉及到利益输送，对吧？民营企业给谁结不给谁结，对吧？给你结了，你能不表示吗？对吧？拖了4年5年都没结的，对吧？这个除非你是大水漫灌，就是所有的我都结，只要政府欠的全部给你结掉，否则的话，那肯定是钱就是僧多粥少，狼多肉少，钱总是有限的。那谁结谁不结，谁先结，谁结得多谁结得少，这里面学问大了，这不就变成一个上下其手吗？这不就变成一个也可能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吗？实际上是让政府的这些控制的城投这个平台，政府控制的国企，从这个国开行去贷款，政策性贷款，借来钱，然后去付这个应付账款。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对政府来说，应付账款是无息的，对吧？没有成本。比如说他欠你1个亿，明年还是欠你1个亿，后年还是1个亿。应收账款不可能有利息，但是你把这应收账款变成银行贷款了，对吧？你从那个国开行贷款，国开行的利息再低，那也是要利息的。完了，你拿这个贷款去把这个应收账款给付了，那你就贷款背上了，贷款背上了那个每年还有利息要付，也就是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这个负担，叫雪上加霜，债务窟窿是越来越大。这个实际上就是借钱还债，对吧？挖东墙补西墙，成本越来越高。但这都是外媒传言不知道真假。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